现代台语版圣经以西结书第20章。第7年5月初十，有几个以色列的长老来坐伫我的面前，要知上主的旨意。迄时，上主对我讲：“人子啊，你着甲以色列的长老讲，即悬的上主安尼讲。恁来要求问我的旨意是无？我记我永远的活命立誓，我无要互恁问。即悬的上主安尼宣布：人子啊，你要审问因是无？若是，着互因知因的祖先所做可恶的事。你着甲因讲，即悬的上主安尼讲。我竞选以色列人做我子民的时，伫埃及地，互因捌我。我对雅各的后代立誓讲，我是上主恁的上帝。迄时，我永远要带因出埃及，到我为着因选定迄块流奶甲蜜的地，是万国中上肥阁水的地。我甲因讲，恁逐个人着放杀恁的目睭所介意遐会通掩恶的偶像，毋通拜埃及的假神来拍拉惨家己，因为我是上主恁的上帝。毋过因背逆我，毋听趁我，因无放杀所介意遐会通掩恶的偶像，嘛无去杀埃及的假神。迄时，我想要伫埃及将我全部的受气拢摒伫因身上。总是我无安尼做，我无要互我的名伫因徛起的列国中受亵渎，因为我捌伫因徛起的列国人民的面前对因讲，我要带因出埃及。所以，我带因出埃及，甲因带到旷野。我将我的规例赐予因，将我的命令教示因，互遵行的人拢通保存性命。我阁将我的安息日赐予因，做我甲因立约的记号，互因知我是甲因分别做圣的上主。毋过，以色列人煞伫旷野背逆我，无遵守我的规例，顾着我的命令遵行的人，才会当保存性命。因彻底违反安息日，因为安尼，我想要伫旷野将我全部的受气拢摒伫因身上，甲因消灭。总是我无安尼做，我无要互我的名伫因徛起的列国中受亵渎，因为我捌伫因徛起的列国人民的面前对因讲，我要带因出埃及。所以，我伫旷野因立誓，无要带因入去我要赐予因迄块流奶甲蜜的地，就是万国中上肥阁水的地，因为因去杀我的命令，无遵守我的规例，违反我的安息日，去拜因家己的偶像。虽然安尼，我犹原可怜因，无伫旷野甲因拢总消灭。我伫旷野甲因的儿女警告，毋通遵趁因的祖先所定的规例，毋通守因的命令，毋通拜因的偶像来拍拉惨家己。我是上主恁的上帝，恁着顺趁我的规例，遵行我的命令，着守安息日做圣日，做我甲恁立约的记号，互恁知我是上主恁的上帝。毋过，因的儿女嘛背逆我，因无顺趁我的规例，无遵守我的命令，违反安息日，
遵行的人，才会当保存性命。我想要伫旷野将我全部的受气，拢摒伫因身上。毋过，我甲我的手举倒来，我安尼做是无要互我的名受侮辱，因为列国的人民拢有看到我甲以色列人对埃及带出来。我搁伫旷野因立誓，我要甲因放逐去外邦，四散伫列国，因为因无遵守我的命令，弃杀我的规例，违反安息日，敬拜因祖先的偶像。后来，我归去将无好的规例，袂当互人得到活命的命令，互因烧家己的大囝献做祭，来拍拉散家己。我要互因惊吓，因就知我是上主。所以，人子啊，着甲以色列人讲，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恁的祖先对我不忠，亵渎我。我带因到我应允要互因的土地，因一个看到悬的山甲发甲真暗的树，就伫遐献祭。因伫遐献芳芳的祭物甲奠酒祭，惹我生气。我问因：恁去迄个悬的所在叫做甚物？这个所在到今仔日犹叫做巴麻。所以你着甲以色列人讲：我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恁要继续犯恁祖先所犯的罪，来拍拉散家己是无？要继续拜因所拜可恶的偶像，来犯奸淫是无？恁到今仔日犹伫烧家己的儿女献做祭，拜偶像来拍拉散家己。以色列人，我兼会当互恁求问。我至悬的上主记我永远的活命立誓，我无要互恁问。恁心内想，我要亲像列国，亲像外族人去拜柴头甲石头，恁的心意绝对袂当实现。至悬的上主讲：我记我永远的活命立誓，我要做王，伸出大权能的手治理恁，要将我的大受气摒伫恁身上。我要伸出大权能的手，用摒出来的大受气，将恁对万民中带出来，对分散去的列国聚集恁。我要甲恁带去外族人的旷野，当面甲恁审问。我早前安怎伫埃及的旷野刑罚恁的祖先，现在要照安尼甲恁刑罚。至悬的上主安尼宣告：我要严严管教恁，亲像顾羊的牧者管理羊群，互恁遵守我的约。我要对恁中间除去悖逆甲得罪我的人，我要甲因对寄居的所在带出来。毋过因袂当转去故乡以色列。安尼，恁就知我是上主。关系恁以色列人啊，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虽在恁，恁也无要服从我，做恁去拜恁的偶像。毋过恁袂用得搁献祭互偶像来亵渎我的圣名。至悬的上主讲：恁所有的以色列人要伫我的圣山，就是以色列的关山敬拜我。我要接纳恁，搁爱恁带祭物、初熟的农产物，甲一切神圣的礼物来献互我。我要对万族的中间甲恁带出来，甲恁对四散去的列国聚集我来。迄时，
我要接纳恁，亲像接受芳芳的祭物。列国要因为恁知我是神圣的，我要甲恁带转去恁的故乡以色列，就是我应允要互恁祖先的土地。迄时恁就知我是上主。恁要伫遐想起以前所做一切拍拉山家己的事，因为家己所做邪恶的事，厌恶家己。以色列人啊，我为着我的名，无照恁的邪恶，甲恁所做的歹事，甲恁刑罚的时，恁就知我是上主。至悬的上主安尼宣布。上主甲我讲：人子啊，你看南边，甲南方警告，对尼吉夫的树林讲预言。着甲尼吉夫的树林讲，着听上主所讲的话。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我要伫恁遐放火，甲树林内所有的树木，无论是青翠的，还是高大的，拢烧了了。猛烈的火焰拍袂花，对南到北，甲地面的一切烧甲寸草不留。逐个人拢会知，这是我上主放的火，一定拍袂花。毋过我讲，至悬的上主啊，叫我做即款代志，人拢安尼讲我。即个人不时得讲喊果，